酱油包。酱油包，每一个家庭拢总爱有的酱油，等于是行动的西药房。哦。啊，我这甲你借问者，陈丽君，你是什么病过身的？屁股喘，啊，迄第一遍来念黑菇扫，黑菇扫对吧吼？啊，你知影黑菇扫，咱较早吼，是毋是毋捌字，是毋是足多？对。啊，你写字伊嘛看无，所以爱安怎？用画啊。爱用画啊，这个互你哦，啊，这个总共有8包，包，多一包是食黑菇扫，互你哦。我看者，黑菇扫哦。这有虾啊，系啊，这有虾啊。黑桂面，黑桂面啊，五菇啊，菇叫啥物？扫帚我啊。俩做黑菇扫。有注意哦。有嘞。啊，这你若不用台语念嘛念不出来。对啊。原来因为看到有开始谐音梗啊。对啊，黑菇扫有关呢。这就台语吼会趣味的所在，就是这。加大心呢。大家拢唔捌字，但是咧，你用画红啊，甲看红啊就知影讲，哦，原来这就是食黑菇扫，对吧？哦，啊像这画红啊，对吧？吼，这是头壳底，我烧，啊这啥？好甜。